13名，到。啊！帮你多准备。啊？要吗？你们那些喜欢跟我讲话、喜欢我笑的，我看你多花点。讲。干嘛？总结。上午学到了很多，收获了很多，得到了很多，明白了很多。上午学到了很多，收获了很多，得到了很多，明白了很多。健康大礼包。得到啥？啊？很多。很多什么呀？很多知识。什么知识啊？要讲啊。哦。我知道了924手枪，然后摸到了924手枪，然后也有摸到了9是自动步枪。这就是我上学对不对？上午学到的东西。完毕没有？啊？完毕没有？完毕了。报告完毕。报告完毕。